各位觀眾好，歡迎收睇本期視頻。今日有媒體稱老戲骨喺屋企沖涼嘅時候摔倒昏迷，被緊急送往醫院後，情況不容樂觀。狄龍個仔譚俊彥接受電話採訪時親口闢謠咗呢件事，並表示父親嘅身體一切都好，前冇耐仲同自己嘅仔女一齊出門玩。種型嘅狄龍為邵氏拍咗眾多嘅經典電影，可謂係70年代香港影壇嘅當紅男星，與李小龍、成龍、梁小龍並稱為香港四小龍。如今狄龍鮮少出現喺熒幕中，事實上佢從未正式退出演藝圈，之所以息影係因為個仔嘅強迫，而佢亦係樂在其中。狄龍原名譚富榮，1946年出生於廣東新會，家境貧寒，經常食不果腹。儘管如此，狄龍嘅父親依舊娶咗2位老婆。狄龍係大房所生，其中仲有4個兄弟姊妹，二房亦有生幾個細路，子孫滿堂，家庭美滿本來係一件美好幸福嘅事，但係擺喺寒門，卻係為生活增添咗過多嘅壓力。入不敷出，生活過得好拮據。細路着嘅衫亦係哥哥姐姐淘汰落嚟嘅。據狄龍回憶，細個時候佢嘅鞋面同底都係分開嘅，想要着只能夠自己攞魚線將佢縫合。有一次喺學校操場，狄龍中暑暈倒在地，突然醒起自己嘅鞋底穿咗個大窿，驚俾人見到，夾硬咁克制住咗眩暈，企咗起身。家庭嘅貧困一直係狄龍心中嘅一根刺，刺痛咗佢敏感脆弱嘅心。食唔飽着唔暖嘅生活令到佢忍無可忍。為咗補貼家用，狄龍早早就輟學，10幾歲就開始喺社會上闖蕩。佢嘅第一份工作係喺尖沙咀腰地道上執大頭針，一支支咁執，做咗3日之後又換咗其他工作。後來又去咗洋裝店做學徒，喺店入邊打雜。煮飯唔可以煮得太好食，如果煮得好食，佢哋就會叫我一直煮飯，咁就成世都學唔到技術啦。講呢番說話嘅狄龍故意喺煮飯嘅時候論論盡盡，菜唔洗乾淨，落鹽落多。後來同一年做學徒嘅人3年先出師，而佢僅僅用咗1年半，並且喺期間佢仲學識咗講英文。設計師呢個工作，狄龍僅僅做咗年幾，每日按部就班咁量身裁衣嘅工作，令到佢倍感麻木。於是佢選擇咗跳槽。恰逢呢個時候，報紙上刊登咗邵氏招武術訓練班學員嘅消息，心入面就有咗諗法。但係因為文化水平唔夠，填寫報表嘅時候好唔自信。喺佢躊躇之下，朋友向佢伸出咗援助之手。為咗令狄龍順利被錄取，朋友開始誇大其詞，稱狄龍中學畢業，中英文流利。果不其然，狄龍被順利錄取。喺進入邵氏之前，狄龍做洋裝每個月可以攞到2000蚊，而進入邵氏，人工淨係得原來嘅1/5。之所以令狄龍咁願犧牲嘅原因，係何冠昌嘅一句說話：男人要建立自己嘅終身事業。你做洋服可以成終身事業咩？聞言，狄龍仿佛茅塞頓開，終身事業4個字就好似一盞大燈，照亮咗閃閃發光嘅未來道路。於是佢頭都唔回咁同邵氏簽約，一簽就係5年，同時亦被壓榨咗5年。初期，狄龍進入邵氏依然會喺洋裝店度兼職揾錢。一次偶然，女演員于紅嚟到洋裝店，有個伙計同佢講：嗰個後生仔都考入咗邵氏啊。于紅擰轉頭面對狄龍講：後生仔咪入呢行啊！但被娛樂圈中嘅鮮衣怒馬、繁華景象沖昏頭腦嘅狄龍卻聽唔入呢句說話。狄龍並唔係出道即巔峰嘅存在，一次次嘅龍套生涯令到狄龍嘅演技越發咁熟練，亦都令到佢對戲產生咗唔同嘅理解。1969年，張徹邀請狄龍出演電影《死角》，亦係呢一次令到狄龍結識咗姜大衛，兩人強強聯合成為咗邵氏嘅熒幕雙子星，成為咗邵氏嘅生招牌。
嗰段時間作為邵氏紅人嘅狄龍，獎金片酬攞到手軟，喺聽到5碼片酬得2萬嘅時候，直接攞出咗10萬接濟對方。喺成龍暈船無人問津嘅時候，主動送佢返上岸。嗰個時候只要有需求，佢都會鼎力相助。嗰時候嘅佢從未諗過自己會過氣，但轉眼間狄龍就嚟到咗中年，邵氏電影沒落，香港武俠片亦都逐漸衰亡。作為標杆人物嘅狄龍沉溺喺更新換代中。多謝你多年嚟為公司做出嘅成績。呢個係邵氏公司嘅來信，短短嘅一句說話就同狄龍劃清咗關係。15年嘅努力付之東流，冇咗邵氏嘅支撐，冇咗前呼後擁嘅小弟，狄龍從大哥嘅位置上狼狽落台。迷茫嘅佢開始嘗試轉型，佢揾到咗自己曾經幫助過嘅嗰啲人，卻冇諗到唔係避而不見，就係扮唔喺度。原來我呢幾年都冇交到幾個真心朋友，直到佢揾到咗5碼，想要俾自己多個機會。而佢嘅一句說話點醒咗彷徨嘅狄龍。狄龍，你幫人同你求人大唔相同，要記住唔好求人。忙於事業嘅腳步放緩後，狄龍遇到咗張聰。當時嘅張聰坐喺自己屋企開嘅咖啡店內，日日對住話筒接電話。見到狄龍，傾起咗沒落嘅演藝事業，佢話同老婆一齊做生意好過求朋友關照俾戲拍，朋友一而再咁關照，對人哋亦係負擔。悟到咗呢句說話嘅狄龍亦開始回歸家庭，幫助太太開服裝店。狄龍同太太陶敏明一見傾心，初見時係1970年，嗰時嘅狄龍24歲，而陶敏明先14歲。第一次見面係喺電視台採訪中認識嘅。陶敏明係一名舞蹈演員，狄龍亦係因為舞蹈被其吸引。作為舞蹈生嘅陶敏明喺穿着打扮上比同齡人成熟。一開始狄龍認為陶敏明已滿18，冇諗到最後係自己睇漏咗眼。所幸陶敏明被狄龍嘅靚仔吸引，兩人喺相識5年後先行入婚姻嘅殿堂，並喺不久後生咗一個仔。婚後嘅陶敏明並冇改變愛玩嘅性子，依然成日唔黐家，唔理個細路。當時成日忙於拍戲嘅狄龍卻渴望返到屋企可以見到妻子。事業嘅唔如意同生活嘅壓力令到佢嗰段時間壓力倍增，於是佢控制唔住發脾氣。為咗防止嘈交嘅情況發生，狄龍叫陶敏明搬出去一段時間，既然唔返屋企就喺出面住一排。而陶敏明卻唔肯，佢驚兩個人會離婚。後來狄龍亦都冷靜過嚟，自己應該尊重太太嘅意願。10幾歲就同自己拍拖，冇見識過社會嘅方方面面，自己唔應該以大哥嘅姿態對待妻子。佢話太太亦都應該行出家門去見識下外面嘅世界。工人唔好，另外請一個，冇理由嫁咗人就困喺屋企。佢亦都應該建立自己嘅事業。狄龍嘅反思亦都令到陶敏明感動。從此之後，佢隱居幕後，成為咗賢妻良母，並時常提醒狄龍食過壓藥。而狄龍晚年冇病冇災，亦有妻子嘅功勞。至今，狄龍都係將自己同陶敏明嘅合照擺喺錢包中。佢稱自己嘅妻子為人生至愛。講起妻子嘅時候，狄龍總係控制唔住喜悅，攞出合影向眾人分享。佢稱呢張合影就好似護身符，只要有佢喺身上，總係會覺得特別踏實。陶敏明為人十分低調，鮮少公開露面，就連家庭聚會嘅相都鮮有出鏡。如今狄龍嘅仔譚俊彥亦已經成家立室，見到狄龍同自己個仔出門玩，譚俊彥硬係忍唔住想像。呢個係彌補咗自己嘅遺憾，重拾咗以前嘅時光。早年間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嘅狄龍對待個仔十分嚴厲。喺嗰個白劍淘氣嘅年紀，譚俊彥曾經被狄龍關進過九龍，同惡犬踎咗幾個鐘，導致佢受驚嚇發高燒。呢件事一直係個仔心中嘅一根刺，同時亦係狄龍心中嘅一根刺。後來狄龍回歸家庭，開始反思，
得知自己早年經常飾演大哥，導致觀眾入戲太深，個仔喺學校受排擠後，狄龍就開始規避呢一類劇本同角色，努力塑造正面嘅熒幕形象，改變學生家長同學生心目中嘅形象。而譚俊彥喺大個之後開始子承父業，進入咗演藝圈。針對呢個決定，狄龍其實好反對。佢認為呢一行好多嘢都唔係決定喺自己手入面，佢更加希望個仔能夠揾個穩定嘅工作。入行以嚟，譚俊彥一直唔願意公開自己父親嘅消息，佢唔希望借狄龍兒子嘅標籤上位。後來譚俊彥面識咗太太任子賢，受到父母愛情嘅啟發，任子賢亦都退出咗舞台劇嘅舞台，喺屋企相夫教子。做咗父親嘅譚俊彥亦都逐漸理解父親嘅所思所想，兩人嘅隔閡喺相處中逐漸化解。早年間，狄龍拍戲失誤，導致面目毀容，再加上各種武打戲親自上陣，留低咗好多隱患。甚至父親作為戲瘋子嘅本性，唔會考慮自己嘅身體狀況，硬撐住拍戲。譚俊彥便向父親商量，以後都唔好再去拍戲啦。每每談及於此，譚俊彥總係一臉愁容咁話：父親已入古稀之年，記憶力遠遠不如從前，再加上佢嘅要求好高，好擔心會被年輕嘅演員排擠。與其在外睇人面色，不如喺屋企享福。畢竟人到晚年，健康同快樂先係最緊要嘅事。喺譚俊彥41歲生日嗰年，祖孫3代6口人一同出鏡。3世同堂，幸福不言而喻。好啦，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啦。如果你鍾意本期視頻，歡迎點讚訂閱，我哋再見。